我可以成為呢年本校內嘅傑出學生，我真係覺得好高興啊！首先，我要多謝每位投我一票嘅老師同同學。另外，我要多謝一直以嚟陪伴我同教導我嘅老師，令我有唔同嘅知識。雖然我下年要轉校，但係我仍然會記住基慈嘅師長嘅教導，繼續友善對待別人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3個班嘅魏智欣，我好感恩可以做到傑出學生，多謝各位老師同學投俾我，更加要多謝校長、副校長、主任、老師嘅教導同同學對我嘅鼓勵。最後我會繼續努力讀書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4號班嘅金子晴，好開心今年可以獲選為傑出學生。我好鍾意探索新事物同接受挑戰，但係過程中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成與敗，咁啊令我學會咗點樣自我反省，亦都鍛鍊咗我嘅永不放棄嘅精神。我有呢個成就，都要多謝老師一直用心咁栽培我、教導我，使我可以學習得更加好。亦都要多謝同學一直喺度支持我、鼓勵我、咁陪伴我過過每個難關。我仲要特別多謝爸爸媽媽俾咗空間我嘗試新事物，使我突破自己。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班嘅梁翠怡，好開心今年可以再一次獲選成為傑出學生。首先，我要多謝校長、各位副校、老師同埋主任嘅教導同鼓勵，亦都多謝投我一票嘅你哋同學們。我哋一齊努力向住目標進發，必定會找到自己嘅發光點。加油！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陸信班嘅羅安然，我好榮幸可以喺我小學生涯最後一年成為傑出學生。首先，好多謝學校，佢哋除咗着重我哋嘅學業成績，亦都非常之關心我哋嘅個人成長同埋品格，以至我一個全人嘅發展。其次，好多謝趙校長同埋老師6年嚟一直悉心栽培我，令我可以愉快地學習。最後，好多謝屋企人一直支持同埋鼓勵我，陪伴我渡過高山低谷。多謝大家。